收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在世界经济论坛的达沃斯议程视讯会议中，表示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认为搞小圈子、新冷战、脱钩、制裁等只会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是对抗。对此，美国白宫发言人也做出回应，一起来听听。在国际上搞小圈子，人为造成相互隔离甚至隔绝，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抗。What we've seen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is that China is growing more authoritarian at home and more assertive abroad. No, the comments don't change anything. We believe that this moment requires a strategic and a new approach forward. 在国际上搞小圈子、新冷战、排斥、威胁、恐吓他人，动不动就搞脱钩、断供、制裁，人为造成相互隔离甚至隔绝，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抗。一个分裂的世界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抗将把人类引入死胡同。What we've seen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is that China is growing more authoritarian at home and more assertive abroad, and Beijing is now challenging our security, prosperity, and values in significant ways that require a new U.S. approach. We wanted to engage more with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in Congress to discuss the path forward,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want to discuss this with our allies. So, no, the comments don't change anything. We believe that this moment requires a strategic and a new approach forward. Well, technology, as I just noted, is of course at the center of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China's been willing to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gain a technological advantage, stea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engaging in industrial espionage, and forcing technology transfer. Our view, the president's view, is we need to play a better defense, which must include holding China accountable for its unfair and illegal practices and making sure that American technologies aren't facilitating China's military buildup. So he's firmly committed to making sure that Chinese companies cannot misappropriate and misuse American data, and we need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as I've said. 回到国内，由于部桃院内传染扩大，导致疫情又持续升温。而日前宣布匡列的5000名居家检疫对象，多数分布在桃园、台北地区。对此，市长柯文哲受访时也表示，若是居家检疫数量持续增加，将会对防疫造成压力。其实这样的我们大概算过，我们台北市的在前一阵子，我们大概居家检疫8500名左右，这个大概没问题的但现在比较麻烦是这样，因为到过年期间，你知道，海外回来增加嘛，所以变成我今天早上看，我们现在居家检疫已经到9688人。那在未来几天内还有更多要回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在我们在担心一件事情，因为桃园你知道，一下子说居家检疫5000人。到今天下午1点，我们还没接到中央提供的名单所以我们现在不确定说台北市大力居家隔离还要再增加多少，所以现在有个问题我们大概如果居家检疫8500人是相当安全的因为游刃有余。可是如果一直往上增加的话这个就会对这个防疫的这种能量会造成压力。所以几件事情，第一，恐怕中央跟地方要商量一下，就是说你每天放进国内的人数要多少？因为现在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不知道是桃园会增加多少需要居家隔离的人。这个如果量太大，对我们这个防疫的这种防线会造成很大的压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一些我们关于和平医院或者是那个三军总医院当然我们事实上我在上个礼拜已经去查过，我们会参照那个桃园院的一些问题分仓分流专责后备还有这种薪水的补偿。我今天要重申一遍，然后开始要准备这个，我们要确保我们整个
整个那种防疫战线是安全的哈。所以接着这样，我们现在每天会依照中央公布的疫情状况，然后去调整台北市的防疫措施的哈。那刚才我在看说，新北市他们有说医院又要禁止看病，看病嘛，不那个看病嘛。或者这样的，因为今天早上我就重整过我们，因为是这样，因为防疫不是只有医院啊，包括你说老人共餐要不要停啊，还有这个民政局的这种居民活动中心，所以我们有很多层面，你知道，所以我倒觉得这样，也不要说单一去讲这个讲医院，因为如果要处理的话是全面，所以我现在策略是这样，我们每天还是按照那个中央的疫情指挥中心它发布的情况，你知道，那我们这边各个面向的 SOP 是定好的，我就以中央发布的情报来决定台北市要启动防疫的程度了。我也希望说要做就是要全面哦，有步骤的做，不用太单一去反应，大概是这样。就到什么情况有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可能会禁止产品，或者是说学校的哦，因为老实讲，因为昨天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有2例，有没有？我看那个院内感染，它有2例是目前还找不到感染源嘛，那我也是希望说，我也很担心那2个，因为2个是在12A 病嘛，跟那个完全无关。不过因为这样连不起来的话，表示说中间有些是没有追踪到。那我们也在看说这个没有追踪到底现在多严重。所以是这样，如果台北市有出现不明的这种不明感染源的感染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启动第1阶段的整个在那个每个阶段的第1阶段在每个局处要做的 SOP 我们都已经定好了，现在就还是按照中央的这种疫情的情报来做决定。现在才狂烈5000人，会不会太慢了？对啊，是这样的哦。现在不是这种责怪或是吵架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如果可能的话，你知道哈，先把那些需要居家隔离先圈出来，那些人先不要动，防止那些人继续再感染出去。像匡列的人只有基隆大概是多少？匡列的人只有基隆跟就是新北市都有啊，为什么北市没有？台北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当时有说这个桃园医院转过来有44个人嘛，今天早上我们要逐一 check 过，你知道，或者这样。这个是直接从桃园医院转出来。那现在如果说因为是桃园医院内感染要增加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中央的名单嘛。大概有2个可能，一个是台北市没有，一个是还没有，他们还没确定嘛。没有，我想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等拿到名单以后，我们才有办法处理。面对疫情严峻的时刻，新北市长侯友宜26日宣布，将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临近桃园市的林口、泰山、新庄、树林、莺歌、三峡等6个区域，老人共餐一律禁止。至于其他23区，则以外带为原则。动员的这1天，那今天特别到三峡，也是桃园最离近的区块，来视察我们课后辅导以及寒假的育乐园孩子们在学校上课的情形。那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在疫情严峻的时刻，我们一定跟桃园并肩作战，同时也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所以学校一定在课后辅导跟我们上课期间一样，3级防护健康原则一定要做到位。所以今天来龙埔国小特别来重视这个区块，也顺便巡视我们的防疫物资有没有这么多好。那当然，我们邻近有6个区块，这6个区块像林口、泰山、新庄、士林、莺歌、三峡，这6个区块都是最接近的区块。除了这6个区块，我们更严格紧密来面对以外，其他的我们都还是一样提高防疫等级。那我们的县市已经在做大清消的这个防疫、环境卫生的整理，所以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学校的周遭、市场、公园、
很多的公共领域都已经在做大清消。我们希望用大清消减少环境的污染，同时在这6大区块里面，我们更会跟桃园采取同步的一样的态度，严格防疫。像老人共餐这6个区块，我们原则上在其他的区块是以外带为主，不再共餐。但这6个区块原则上是一律全部都是禁止，不再提供老人共餐。前日职台湾好手陈冠宇25日出席记者会，透露到前队友陈伟英在球队练习的前1个半小时就会出现在球场，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练习狂，让他相当佩服。一起来看记者会现场。只能用3个字形容陈冠，就是练习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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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精神很令人佩服。对啊，就是只能用3个字形容陈冠，就是练习狂。练习狂，对，是一个狂法。对，他其实平常在练习的时候，就是在比赛，我们规定在集合，我们集合是1点半集合，然后他通常都会做到1个半小时之前就到球场进行用餐，然后准备做训练。其实随时都看他保持在就是很备战的时候，就是有那种精神都是我们小学弟需要去学习。是哇，那这个训练量跟黑人哥在篮球场训练量其实也差不了多少。是，他也都是提前1个半小时到球场去投3分线，大概多投1000个。对。所以哇，这个精神很令人佩服。对啊，所以新球季，伟英到了百城队之后呢，你给神拜有什么样的祝福？在今天是得告诉大家，其实就是就是保持身体健康哦，因为就像陈范所说的，只要保持健康，对我他属于他的，只要有很好的健康，然后就可以把自己的实力还有就是把自己的表现给台湾球迷看，而且现在就有MOMO TV进驻的话，大家都可以关注到台湾的球员的比赛的状态。持续带您关心疫情。由于日前宣布扩大匡列居家隔离者，桃园市25日更下令学校客服、志工、社团、营队，还有学校室内空间的外界，即日起都停止。而至于学生家长所关心的寒假后开学问题，桃园市长郑文灿则表示，目前不考虑延后开学。设立国际赞不赞？赞。桃园棒不棒？目前我们的这个方案是因应部桃的扩大隔离、扩大采检的方案。那原则上这个是14天加上7天，会有21天的关键期。那寒假其实在这个过年就过了，所以我想各学校会提出线上的教学或其他的辅助方案。那原则上我们会在21天做这个评估，看疫情的发展。那寒假学生会不会开学的时间会延长？目前没有这样的考量。那其实，在疫情发生之后，非常多的学校、非常多的家长很担心，这个克服的期间会不会有群聚的这个活动或群聚的这个风险？那我想，我们评估了以后，因为在这段时间所有的重要的集会跟群聚活动都停下来，我们的这个市民活动中心、关怀据点也都停止活动。那所以学校方面，我们也做了比较严格的规定，让这个学校方面比较没有风险。请问一下，那个龙安所目前人力的这个部分让那个桃园分局说明一下。好，谢谢。而不但桃园市民人心惶惶，地方诊所更是如临大敌。因为考量地方基层防疫物资的不足，可能会造成诊所医护人员染疫风险。国民党立委万美玲紧急向卫福部争取防疫物资，由桃园市医师公会协助发放给桃园市各个诊所的医护人员来做使用。好，现在就 OK， 那我们就可能大家帮我们把它分到里面。
师好。那你是被召回吗？我已经被召回一次了，虽然他们有钱，但是有空过一下。大家时间，好笑。我看你昨天写现在除了我们的部立桃园医院有宣布，目前我们都是只出不进之外，那周遭很多大型的医院呢，那也要承担我们一些确诊病患的治疗，以及相关重症病患的这个转移，还有他们自己日常在大医院里面，他们在医疗的量能上面，所以这些大医院的负担跟压力已经非常的大了。那么民众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他们有身体不舒服或生了一些小病，第一个他们自己不会想要去大医院，因为避之唯恐不及，那所以都会往一般诊所跑。那我们诊所就要负担起桃园目前呢做基础诊治或者是做这个医病的一个最基础的工作。那当然这些医生或者护士在诊所里面，他们也会担心。那因为目前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足迹疫调，那么都是在几天之后才发现。那这个空窗期，他们有没有可能身体不适，去了药局，去了诊所？那因此呢，我们在第一线的诊所的医生跟护士，他们的防疫，我想政府在这个时候要非常的注意，因为未来在大医院量能都饱和的情况之下，诊所就要肩负起我们第一线来为桃园的这些市民，然后他们的身体健康诊疗最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试想，如果万一有确诊的案例跑到了诊所来，那扩散到了诊所的地方，连诊所的这个医疗量能都崩坏的话，那桃园的医疗体系就非常堪忧了。那所以呢，我就跟这个卫福部的薛瑞元次长来商量说，是不是能够给予我们第一线这1400多家全桃园市的诊所能够有足够的防疫物资。那么我跟这个医师公会的莫真东理事长商量过后，那1400多家我们预存1个月的量，那目前我跟这个指挥中心那争取到了45000件的这个隔离衣，那么以及45000个 N95 口罩，那还有今天看到有非常多的酒精，那都会由医师公会这个地方来分配给全桃园市1400家的诊所，让他们能够在第一线为我们民众健康把关的时候，能够安心的来看诊。那个感染的时候哈，政府补助的只有一般外科口罩，那我们很谢谢万委员哈，帮我们优先争取到 N95 口罩。这次要非常谢谢那个卫福部哦，也谢谢指挥中心哦，在我们反映了地方诊所大家的担忧之后，快就答应我们要提供45000件的隔离衣，还有 N95 口罩、酒精等等，让我们桃园1400多所诊所，那么在防疫的同时呢，那除了可以照顾我们桃园市民的健康，也可以让自己免于确诊的风险。谢谢万委员哈，优先帮我们争取到公家的防疫物资，因为先前既往是大概只有补助诊所这种外科口罩，那因为社区疫情开始之后呢，那不管是市民甚至是医疗院所啊，都会担心防疫物资不够，所以我们工会也是尽量的想办法，因为以往呢，不管医院或基层诊所物资不够都是自行去采购，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有钱都买不到。那现在国家比较有资源呢，那谢谢中央防疫中心啦哈，跟我们万委员这么快能够反映到基层的需求，那这么快物资就能到这边，我们一定会尽快的依照我们原来的发放原则哈，配送到医疗院所。局长，请问一下，目前桃园市我们有没有估算过，就是桃园市的诊所一天需要的量能大概多少？比方说，防护衣是多少，口罩需要多少？我们刚刚还算过，我们大概也有1400位医师在执业，那当然你每一个职业场所里面有医师、护士，甚至其他医师人员，那卫生局每一天是给一个医师10个口罩。外科口罩，但是像这些 N95 是以前没有配送，但现在是因疫情，那所以我们是一天，我们先用1个月的量，每一家诊所配30个 N95 口罩，每一位医师啊跟30个隔离衣，然后2瓶酒精，起码短期之内
那其他都要靠医疗院所自行补充了。国民歌王周华健将在4月、5月分别于台北、高雄举办2场演唱会。日前，他也在记者会上透露，最想邀请的演唱会嘉宾是神隐歌坛多年的玉女歌手陈淑华。此外，对于桃园疫情的升温，周华健也分享看法。记得是2000年之前嘛？我想不起来，真的想不起来。你说2000年之前，假如说得很轻松，20年前，下面21年，印象最深刻是那时候在当助理跟他的互动。人非常好，非常那个平和。然后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有个日本的记者要来访问他那个日本记者只会讲一些英文，他还找了我去跟他陪着他，再做一个翻译这样子。华健哥是日文很厉害，日文没有，英文，他用英文，而且英文我也没有很好，我就跟他破的英文，他更破的英文，把一个访问做完。文哥那么久没开演唱会，你自己老实讲会心情紧张吗？其实还好，我一直都有在唱歌，就是我这个去年1年，没有什么公开的活动之类的，我。新唱片的歌现在你们都还不熟，都还没听过，因为本来去年应该可以好好做一个宣传，希望把这首歌拿来打一打这样，然后都没机会，都全部停下来。可是我自己反而在录音室里面，我写了一堆歌，然后也在跟自己的那个班底在我自己的录音室，好像上下班一样，每天那个不是朝9晚5了，是下午3点到晚上10点。然后没事走进去练歌，把吉他也弹多一点，然后我跟他们在一起练，唱歌一直都有在。所以代表说，有可能今年最近可能又出新专辑了。也不是，我这个时间没有停下来，就是我没有瘫在家里什么都没做，我反而是真的是，我还是用朝9晚5了哈，还是也在上班了。对，然后星期6、星期天休息，公休呀，然后一样到录音室去，然后一样还是会写一些新歌。那个很多朋友跟我们联络说，这边不行了，你在美国能够有多少口罩买口罩？我说好，趁老美没感觉的时候，赶快收大份的口罩回来，然后回来以后，老美的品质一定比较好啊，这样。然后去到那个所谓药房啦，去到那些地方都没有口罩，然后我以为被人家卖光了，不是，他根本没有理过这个事情，他根本没有进货。我2手空空要回来，然后去了个5星行，买了个 N95的，人家是喷那些什么油漆的时候带的那种，然后我照买了一堆，我现在也没用。当时了，然后至于有关演唱会的话，进一步走一步吧。桃园告急嘛，在目前来讲，我觉得那个告急是好事啊，让大家越紧张越好。一掉以轻心，可能就会破一个洞。现在其实都已经在防堵中，我对这个很有信心，我对有关单位跟我们自己的人很有信心。反正这一阵子，放眼全世界去看，台湾真是很骄傲的。你去看香港，哇！你去看香港，真的是这个所有餐厅晚上6点以后都根本不能营业，可以外卖。根本不能堂食，他们说不能，真的是这个整个经济都会受到很大的打击。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你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